喺華盛頓市內嘅大多數景點、博物館咧都係免費參觀嘅，不過咧就要提前了解開放嘅時間，以及睇睇需唔需要預約啦。就好似華盛頓紀念碑，由於裡面嘅空間有限啊，我就冇提前預約啦，所以咧就上唔到去參觀。華盛頓紀念碑係為咗紀念大陸軍總司令同埋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而建造嘅。但由於當時缺乏經費以及內戰嘅影響咧，因此只能夠依靠個人啦、企業啦、各個州啦，乃至外國政府嘅捐款資助，前後足足花費咗36年先建成。華盛頓紀念碑裏面咧有一塊唯一嘅中文石碑，署名係大清國浙江寧波府專贈，刻寫咗福建巡撫徐繼蛇對於華盛頓功績以及美國政體嘅評價。後嚟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訪華喺北京大學演講嘅時候咧，就特別提到咗呢一件事，作為美中友誼嘅象徵啦。但係當時嘅浙江寧波府或者係徐繼蛇有冇為華盛頓紀念碑嘅建設捐款？而呢一塊石碑又係點樣運到美國嘅呢？至今兩個國家嘅歷史學界咧都依然冇定論。